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7月20公视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李孝兴影像违法论坛创意书房一个涉嫌人士坠楼，网站已经互人封锁，不过有人讲因厝内人性影像约来传。菲律宾东平今仔日下晡出现轻度风台凯米，下礼拜二有机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三拜四上挖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今仔日到金门，有在地民众望增加小三通航班，伊讲台湾已经准备好势，就等中国回应。发布李孝兴影像违法论坛创意书房检警正在调查涉案人士，伫咧新北市中和有一个补习班业者涉嫌案件是受拘提，无报请回了后，昨互人发现伊坠楼。另外，虽然创意书房已经互中央封锁，不过今仔日有一个民众讲，因某的性影像犹搁正咧流传。真大标题中央配合，讲创意书房就是犯罪，就算是相关论坛早都被官方防网，暗过传出有心人透过转换网页，也是用入去，都海客组织不办做半套对论坛展开攻击，删除所有影音内容，个人出面自称是伊太太，是论坛受害者。一开始的时候，有人在 FB 上面开始丢讯息，告诉我说，我给你看一些你太太的东西，这是创意私房的一些连结，或者是其他的色情网站的一个连结。但是我点进去看，确定每一个几乎都是我太太。就算创意书房已经消失，暗过亲人性影像继续流传其他网站，诉求用全面落地将幕后嫌犯全部抓起来。那为什么要经营创意私房？其实执法机关早有动作，唔有警察前告一员加入创意书房案件，一审已经判刑，检警也继续侦办专台追查上班的共犯。17也拘提一个补习班业者，涉嫌偷袭少女，也是论坛会员，互法院裁定无报请回了后，19伫中和徛街坠楼身亡。有一些是比较类似像是那种很私人或很小，或者它根本就是你管辖不到的，特别是在台湾就是这种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之下，要完全杜绝其实是唯有困难。面对未少论坛，有关于非法私密影像，现代妇女基金会建议中央强化甲业者合作减少相关影像数量，不过也承认要完全杜绝有困难。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东平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伫咧今仔日下晡已经结做今年的第3号风台凯米，估计上近2-3载时有机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后礼拜3、拜4可能上挖台湾，到时就有可能变做中度风台。接落来风台会为倒位行，专家讲后礼拜1是关键，但是风台向日本的米亚库方向行，对台湾影响就较大。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个周末拢是温度真悬、真热的天气。20屏东甲台东，还有台北信义区，拢有超过37.7度的高温。因为菲律宾东平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伫20下晡加做今年第3号轻度风台凯米，按算下礼拜2早起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台风它的外围环流逐渐的开始影响到我们，所以水汽会明显的增多。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周3、周4这2天，台风是最为接近我们的，所以届时呢，在台湾的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都是有阵雨或是雷雨的现象。气象署指出，凯米风台路线依然有变数，下礼拜2要注意沿海有长影，到下礼拜3、下礼拜4也是凯米风台上接近台湾的时间点。因为台湾带来风雨，其他气象专家指出，目前伊是向西北西方向行，下礼拜2是观察风台路线的关键点。用预测模式来看，有可能朝向宫古岛东平方向行，另外一种是向宫古岛西边行。那凯米路线继续向西边行，对台湾影响就会变大，和民众要提早做好准备。这个台风如果是越往西，对台湾的影响当然就越大。应该达到中度的台风是这个机会非常高，乃至于中度接近强烈。专家指出，凯米风台未来转做中度风台几率悬，要密切观察路线加所震动的速度。在南海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可能加做风台，朝向海南岛方向行，对台湾无直接影响。不过因为甲凯米风台离较远，加做相台效应的几率无悬。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昨暗时9点外发生失电的事件。
中山区市民大道4段有96户，因为台电地下电缆负担伤过重小气，经过台电抢修，伫咧还电进前有60户恢复供电。落尾到今仔日中昼晚1点的时阵，这96户全部恢复。失电的时间拄好是拜五暗时，附近的餐厅无都开店，还有居民是热到规暗困袂去。 19暗时，多是1月暗暝，餐厅生理上好时阵，暗过台北市松山区市民大道的店头算是乌麻麻。原来是因为台电地下电线烧害造成停电，部分店头真无奈，只好休困。我们现在就是这几家店家完全都不能做。对啊，有冒烟，有闻到味道。 台电第一时间去现场抢修，伫19暗时11点52分，60户先来电，暗过剩的36户，因为现场需要挖开修理线路，超过12点钟电拢无来，部分餐厅业者20早起只好伫黑暗当中整理环境，希望电赶紧来。所有东西都拿去别家店订了，这样子，不过没办法啊，我也是可能第一次也专送的吧。当然困扰啊，尤其那个小孩子呢。 1岁多了，哇，没办法，受不了。停电民众表示，最近真热，停电烦热甲规暝拢失眠，规气徛伫外口关心台电抢修进度。中回台电抢修的现场，地下电线烧到乌麻麻，除了换电线，也要搁重新将挖开的路铺好。主要是它的地下电缆这个负载过高，应该是有点烧损。那因为它是地下电缆，所以它必须要整个把。 这个马路开挖之后，才发现那个停电事故的点，那必须两边去接挖、去接线这样的，所以它确实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台电表示，经过规暝抢修，已经在中昼12点53分电全部来啊。啊，不过这停电造成民众个店头无电超过12点钟，无方便甲损失，恐惊爱家己吸收。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下晡3点外，有民众摕黑色的塑料到司法院门口，破伫宪法法庭的牌仔顶悬，佮刺几落的黑色的手印。台北市中正第1分局调监视器，伫咧下晡4点的时阵，抓到一个嫌犯到案说明。16时10分已经将该嫌带案说明目前厘清他的犯罪动机中，那讯后会依照刑法的毁损罪及废弃清理法移送侦办本分局特别呼吁针对相关违法违序的行为均会严正执法，绝不宽待呼吁民众要理性的表达共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通看到司法院条仔顶悬宪法法庭的牌仔，互人破甲黑索索，佮有几落个黑色的手印。司法院即马已经甲塑料拢清理好势。那台北市中正第1分局是抓到一个嫌犯，伊是定出面抗议的民众颠三成国。这跟参拜五宪法法庭在村暂时处分有关系，警方正咧调查。警方讲，所落来会按照涉嫌毁损罪等等罪名移送侦办。宪法法庭昨针对立法院这款刑司法修法的失窃案作出暂时处分。总统府行政院是尊重裁定。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仔日是表示，会继续邀请总统赖清德到立法院国情报告。那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是批评宪法法庭，讲司法的公正伫咧台湾已经破产。立法院三读通过国会这款刑司法修法，也毋过4个行政机关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宪法法庭19针对6大部分有违宪争议、有急迫必要性做出暂时处分。相关法案伫释宪案判决之前拢予冻结。总统赖清德今时也爱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真受关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20强调，议员会继续邀请。也是赖总统的一个承诺，那我们还是持续的邀请。那当然尊重最后赖总统是不是愿意遵守承诺的一个决定。针对立法院调查权方停职适用，朱立伦指出，民进党官老洪查备，会尽一切办法抵制。另外，民进党发言人吴征精准预测裁定结果，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批评宪法法庭唔愿拿轮做民进党的帮手是台湾上大的危机。司法是国家最后一道防线，它应当被人民信任。这个今天这个是很明显的嘛，这个就是侧翼的行为啊，这个让整个司法的公正性在台湾变成破产，我觉得这个对整个台湾社会的伤害太大了。总统是宪法的守护者，不能逼迫总统来到立法院进行违宪的国情报告。那至于蓝白如果要再提出到底是合宪的或是适用的法律，
当大法官都已经告诉蓝白的立委要自治的时候，他们真的还要恣意妄为吗？针对宪法法庭对南北立委的各项主张裁定结果，一直拢无提起。民众党团批评，涉黑案的主办协办纠正都是民进党，无需要反驳，宪法无受罪。那调野公防拖烧到8月初6的严肃辩论，无需要强调，不是为着政党输赢，是捍卫宪政体制。记者综合报道。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今日到金门参加海基会进驻金门行政协调中心的揭牌仪式。针对地方有声音希望增加小三通的航班，罗文嘉讲，台湾大城提出善意，要推动两化交流。不过，若无得到中国回应，错过时机就真拍算。今天我们的揭牌仪式圆满成功。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甲金门县议长洪坤典等人斗阵揭牌，宣布海基会正式进驻金门行政协调中心。面对地方政府甲民代呼吁增加小三通航班，罗文嘉表示，咱经100%准备好要进行两化交流，一个单对话善意的回应。为什么海基会要这么积极的来参加两岸共同主办的活动？就是一种100%的善意。始终得不到回应也会累了，错过时机，是不是就可惜了？金门县港务处统计，疫情进前小三通入境人次超过196万，每天上悬46航班。今年重新开放小三通，到即马只有18航班，贴善意，释出善意。罗文嘉也要参加1亿登场的金 A 永渡开幕仪式。那我也希望说，透过明天金厦永渡，不是一天的活动，而是永续的和平、永续的安宁。在金厦永渡前一天20登场的是金门海上灯影活动，早起8点1200外的受罪人直直思乡，石川河公园海湾焚火冲入海中。金门县政府也特别表达欢迎中国大陆的人来参加。特别欢迎来自于两岸三地的好伙伴们，除了游泳以外，也要帮我们拼一下经济哈。在派人进驻金门了后，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也表示，早起马祖也会7点，佮表示台湾100%准备好，即马唔是咱的问题，是对话的。伊相信热天是真好的交流机会，希望佮对话用热情化解任何障碍。记者综合报道。汉光40号演习后礼拜就要起稿。国防部发布影片，展现保护国家的决心。不过，伫咧演习进前，今仔日早时，阁有15架次的中国军机下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咱北平、中部、西南甲东部的空域。另外，中国海警的公布船昨是公布驱离澎湖渔船，咱的海巡中华艦是赶紧解号。三军动员上气势，空军战机、陆军战车、海军舰艇接到指令，部分日暝展开行动。国军年度上重大操演，汉光40号演习后礼拜1连5日登场。国防部释出战斗片，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今年重点无剧本去中心化，国军家庭自动化指挥系统，互强军破坏，考验官兵面临通信断联，安怎执行任务。全力就进出港部署。国军采取更较瓦近实战化演练，应应中共军事威胁。国防部20发布证实，中共将16运8架无人机顶各型主副战机，20架次出海，其中15架次飞过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咱国北中西南甲东部空域，配合共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另外也发现共军2架072 A 型大型战车登陆人为6月下旬到达，一直伫花东外海徘徊。它可能就是借机来收集国军的一些参数，包括兵力的部署以及电子情报的讯号，包括无线电、雷达、这岸基的雄风飞弹部队，以及这个光流快艇进驻各个渔港，还有在岸上部署进行反制。中共也阁继续伫台海制造无清楚地带冲突。中国海警145控诉公务船10号出现伫海峡中线以西，对澎湖渔船进行公布管理。海巡中华艦真紧赶去解号。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彰化舰，请保持理性，不要干扰其航行。另外有渔民伫澎湖击败水域，勾到一架有太阳能风帆的无人艇，亲像是美军的无人艇，用伫战游经营，目前交付海巡。有关有待调查厘清，敢是用伫海洋调查，还是军事用途？记者综合报道。
2020年接客参议院的议长韦德奇伫台湾立法院演讲，讲我是台湾人，这句话互人印象真深。接客后，共产政府威权统治超过40年，才总算伫1989年的时阵，革命争取到自由民主。韦德奇表示，接客是真了解无民主、无自由的痛苦。4年前，伊讲家己是台湾人，伊是毋捌后悔。今麦带大家来看台台记者卢尚如、柯明哲伫咧接客的专题报道。Vaši telči Elan, Masi Taiwan Lan。这位是捷克参议院的议长韦德奇，伊用台语讲出我是台湾人。2020年8月30日，伊带要90人的参访团来台湾，然后9月初一伫立法院发表演讲，用前美国总统甘乃迪我是北京人的话来讲我是台湾人，徛伫民主阵营的立场来表示对台湾的支持，嘛因为伊的公开表态，让真侪台湾人对伊的印象真深。Tak mi jako nejlepší připadala věta Já jsem Tajvanec, protože ta parafrázovala větu prezidenta Kennedyho, kterou on řekl v Berlíně, kde řekl Ich bin Berliner a tím vyjadřoval svoji podporu demokratické země tehdejším Berlíňanům. 韦德奇表示，这句话的来源是因为冷战时期柏林互苏联包围，是对抗共产的前线。1963年，甘乃迪用我是柏林人代表民主阵营和柏林人徛斗阵，但台湾是对抗中国威胁的前线。韦德奇讲，伊嘛是徛伫对抗威权的立场，挺民主台湾。Vždycky, když děláte věci, které jsou kontroverzní, tak samozřejmě nějaké obavy máte a myslím si, že není možné říkat, že nemáte strach, protože jedině, když máte strach a překonáte ho, tak se dá říct, že jste odvážný. 其实4年前，韦德奇要来台湾，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捌公开呛声，伊含反对中国的势力付出沉重的代价，引起捷克和欧美国家的不满。韦德奇表示，虽然伫英国内伊嘛有感受到压力，不过伊认为支持民主是应该爱做的代志。Já jsem přesvědčený, že většina Čechů moc dobře ví z naší historie, jak je důležité podporovat země, které mají za zády velkého bratra a není pro ně jednoduché zachovat svobodu a demokracii a jsem přesvědčen, že proto většina Čechů Tajvan podporuje. 我是跳出人，嘛是台湾人。韦特奇议长讲，经过4年，伊有关徛伫民主阵营立场挺台湾。虽然讲有一个无共款的声音，但是伊认为捷克大部分的民众也是收听的较侪。伊嘛祝福台湾伫咧未来会当有更较好的发展。以上是记者卢尚珠、柯炳哲伫捷克的采访报道。民间风俗伫冬节即天会食圆仔，不过伫咧台南归仁甲关庙即寡地区，有旧历6月15过半年节食半年圆的风俗。专家讲，即个传统早期伫台湾的西南沿海地区拢通看到，即马因为时代改变，即阵较罕得看。为了传承这项文化，南关社区大学会办烧圆仔活动，要互大家重新认捌这项文化。起头甲果菜烂好招文，再个念好一块一块落去烧圆仔。有时段会甲白果菜掺红粉，讲安尼甲喜气。民间风俗冬节才会食圆仔，不过伫台南桂林关庙这个地区，会伫旧历6月15过半年节食半年圆的风俗。南关社区大学为了传承在地文化，每当伫这个时间，会去无共社区办烧圆仔体验，并世界文化佮扣倒转来。上课我才知道有这个习俗，我娘家就有在做这个。换你语啊，这阵呢？这阵我没有在做。大家就期盼说这一天年终的时候，大家可以团聚在一起啊，大家互道平安，也跟我们祖先禀报一下，说我们这半年来拢较好诶。食半年圆的风俗，向前今年已经过一半，有祈求后半冬平安顺遂。根据了解，源头对福建漳州的先民传来台湾，那伫属守台湾府志，嘛记录着烧圆仔兼庆团圆，哪像过年同款的记录。尾少伫桂林这带，在地人指出，因为古早时代姓林的人食圆仔发生意外，自此临界人伫即天就无食圆仔。今仔食圆仔过时，啊祖先场无食啦，阮来60几天唔捌食啦。伫迄个清朝的尾仔时阵，这个美俗已经是流传着整个台湾的西部，啊，一直到宜兰，吼，拢有这个记录啊，吼。
咱读得到的是讲6月初一咧食半年，但是慢慢这个过程中偏浓的时阵，又慢慢转化做是6月15，总是讲到清朝尾啊的时阵，日本人来的时会记录。工业社会这项文化渐渐失去，地方文书工作者够当收集济资料，争取这项风俗历业市定民俗保存。上重要是因毋望通代代相传，在地人会当逐年拢来食半年圆，这更加重要。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二战时期有一寡妇女互强逼成做日本军队的慰安妇，为着替这场慰安妇讨公道，伫咧2000年的时，伫日本东京有举办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搁号做2000年东京大审。各个慰安妇拢出庭，望国际重视慰安妇的议题。妇安会阿嬷斗博物馆今仔日开始展出东京大审的珍贵资料，望大家继续关心也思考战争的影响。册内面详细记录为慰安妇讨公道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这是由各个民间团体发起，2000年伫日本东京举办的模拟法庭。虽然无亲像国际法院有强制力，但是迄时各个慰安妇受害者出面，讲出家己的故事，互国际更加关注慰安妇议题。他们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模拟法庭呢，让整个国际社会关注这样子的议题，那让大家理解到说，为什么这一件事是错误的？那了解为何犯错之后，我们就不要再重蹈这样的覆辙。2000年的时，台湾的妇女救援基金会带领有12个慰安妇阿嬷到场作证。即马真侪慰安妇阿嬷已经过往，相关的议题也愈来愈少人关心。但是妇安会讲，最近发生的战争也有同款类似的状况。现在很多战争开始发生的，那很多包含以巴的战争，还有俄乌战争的部分，都会有一些国际人权一些关注，甚至有国际法庭开始也关注这个议题。从过去的历史案件的一些状况，你们想想现在这样的事件到底有没有再继续？妇安会希望透过展览，让大家知影，这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伊也希望政府把慰安妇议题甲现代性别平等议题结合，当作教材，把性别平等概念为细汉开始定根。记者郭郑准由台北报道。那讲到放假，手机啊、电动，或者是即马流行的 VTuber， 大概头一个想到的大部分都是日本的作品。其实咱台湾嘛有真侪创作者咧做这图，甚至是用台语来讲台湾的故事。公司台语台青春咱来帮下暗7点半，做回来看这阵创作者安怎互更较侪人看到台湾本土的作品。一年一届台湾独立放假的活动，满满放假节当闹热展开，读者来遮找家己喜意的作品。遮个单位放假，大部分拢是台湾的漫画家自费出版直接卖，因无商业的管道，互市场看到。满满放假节提供作者甲读者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鼓励因创作属于家己的故事。有的人画这个漫画，因嘛是想讲是谁人要看。所以因在创作时阵会有一寡自我怀疑，若是有这个实体的活动，互两方的人会当见面，安尼因就会知影讲啊，所以我画这种漫画嘛是有人甲我招听嘛。除了漫画以外，为日本传过来戏剧直播主文化，最近伫台湾嘛开始咧实行。所谓的 VTuber 是透过软体掠出操作者的声音、动作甲表情，呈现伫戏剧人物顶悬进行直播。在台湾有一间本土的工作室，毋但用台语做直播，因的 VTuber 故事嘛拢结合台湾在地民俗文化，希望打造上介有台湾味的直播主。我一直以来拢想要做的代志，上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以后会有一个空间，互不管是少年人，会使教伊台语这个媒介，甚至讲是看到这个作品的希望，就是讲我就想要去学台语的。这个放假甲戏剧直播主的观众虽然看得较少，不过这个创作者要是坚持家己的立场，以本土的语言甲故事，打造属于台湾次文化的面貌。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最后，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7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
南部地区25度到36度，东部地区27度到34度，高岛地区18度到35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2位等一下是那个 B 区这边的票口，对对对，然后票口的话就是售票，然后还有我们。